多謝咁多位邀請我做 sharing， 講下笑啫，依家一個人都冇。但係呢一度正係我以前創業嘅地方。其實我第一個創業嘅項目並唔係地產，而係做 AI 嘅語音配音。嗰陣時候就幫唔同嘅新聞媒體啦、電視台同埋一啲嘅 media 機構去用 AI 幫佢配音，節省成本同埋慳翻時間。其實我嘅動機就係我想捍衛翻廣東話，因為我嗰陣時做嘅時候發覺坊間係冇一個廣東話嘅 AI 模型。我嗰陣時就係出於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，我就想保衛呢個廣東話嘅文化，無論係香港電影啊、香港嘅廣東歌啊，其實全部都係關廣東話事。呢個就係我嘅出發點。但係嗰時做得最好嘅時候，我諗住開分公司，係啲咩令到我停低咗呢？就係我想投身地產行業。我發覺原來捍衛廣東話嘅背後呢，我嘅科技能力係可以捍衛每一個家庭。咁我就可以用我科技嘅能力去分析翻唔同樓盤嘅數據，同埋幫唔同嘅買家租客揾到啱心水嘅樓盤。就好似我嘅第一個 product 揾樓語音機械人，啲人係用我嘅 product 去揾到佢啱心水嘅樓盤，買到佢滿意嘅樓盤，咁樣就可以安居樂業。呢一度就係我嘅職責，去捍衛每一個家庭。